就算是做梦，我也想太多。我说你啊，是在暗示什么吗？没结婚，哪来的纪念局啊？我为什么要去跟那个女人道歉啊？不是对谁，而是你做错了就应该去道歉。去，相机不要了，跟那个女孩道歉。我要听完整版道歉录音。哦。长得挺好看的，照片里的女孩是谁啊7年。啊，抢位子，别起来，跑起来，快点，来，也只有电影里面敢这么做。还有7天，我就算疲劳轰炸，都要你记住我的名字。